我等下等他们唱。德强，强哥，有声音有声音，喂喂喂，test 1 2 3，一二三，站这边站这边，对对对，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test 1 2 1 2 3，一二三三，OK。刚好那一天最好就是适合的，就照这个，或者是你可以增加一些弹性性跟有，轻松主观性。弟兄姐妹，我们在几分钟后，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崇拜。咱准备心来参与今仔日的礼拜，请大家准备心，咱来祈祷，为着今仔早起咱的礼拜来奉主献上感谢。我们向上帝献上感谢和感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新年来到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预备心，能够来把这一年最美好的时刻交给你。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新的一年当中，领受你新鲜的祝福跟恩典，领受你的丰盛和慈爱。在这一年当中，满满的丰富恩典和荣耀都要临到在你的儿女身上，使你的儿女们强壮健康，让你的草场上的羊能够在你恩典的当中日日能够健壮，也纪念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蒙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领受你满满的祝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的，愿你保守我们都十分的平安。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愿你也恩待他们，让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读书，或在任何的场所里，他们也有平安随着他们。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所有的设备器械、人员的运作安排都在你的手中。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你的面前。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的崇拜。
兄姐妹平安，请安静心，让我们跟随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我们一起来亲颂主在圣殿中。请听上帝的话语。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追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上帝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面前，正如诗篇所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主啊，我的心回应你说，耶和华，我们要寻求你的面，求你不要向我们掩面，也不要在怒中转离我们，因你一直是我们的帮助与拯救。在这主日清晨，我们同心敬拜你，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光与拯救，是我们新的一年真正的盼望与方向。当我们即将进入新的一年，求你洁净我们过去的软弱与亏欠，使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数算你的恩典，也带着谦卑的心仰望你的带领。愿你在新的一年引导我们的脚步，使我们不只追求外在的顺利，更羡慕你的同在，不只为自己计划努力，更愿意行在你的旨意中。求你赐福今天的敬拜讲道，使我们的心被你的话语更新，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更爱你，更爱你，也可以更忠心的来跟随你。主啊，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成我们的力量、平安与盼望。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接下来敬拜赞美，让我们欢迎敬拜赞美团来带领诗歌敬拜。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主耶和华已鉴察了我们，也知我们一切所行。愿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有所突破，有所进展。会众，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同向两边的说：有所突破，有所突破。
了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会众请坐。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的种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我大能力。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的种主浇灌我，使我瓦
洗礼，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残留的悲喜，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白花花，春天的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相思真好意，好在秋花的结实，献出疼爱的香气。残留的悲喜，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白花花，春天的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相思真好意，好在秋花的结实，献出疼爱的香气。也盼我就好我亲像海边乌线，分得出爱的道
会众，我们一同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怀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共之教会，我信圣父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起因文，今天的起因经文在诗篇第2篇，由我来攻读上半节，弟兄姐妹来诵读下半节。今天起因经文在诗篇的第2篇，起外邦为什么争闹？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教养，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一起来，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上是上帝的话。公道。接下来我们一起看教会的代祷意向。第一点，为大洋洲国家
基里巴斯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来祷告。第二点，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教区教会板桥龙恩堂杨世昌牧师祷告，愿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同工合一，身心健康，来祷告。为旧历年将来到，愿台湾百姓大得平安，新年有新的盼望，祷告。为寒假期间，老师及学生们有很好的时间安排及控管，祷告。接下来我们一起用主教导我们主导文，一起来祷告，请。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今日经课，请贺照弟兄为我们诵读上帝的话。经课第一处在出埃及记24章12到18节，教会圣经旧约79页，出埃及记24章12到1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上帝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奈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经课第二处在彼得后书第1章16到21节。教会圣经新约261页，彼得后书1章16到21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荣耀，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上帝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以上是神的话。谢谢赵弟兄为我们诵读神的话。今天经文在约翰福音第5章1到18节，教会圣经新约第105页，由我来诵读。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斯大，旁边有5个廊子。
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店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以上是上帝的话。接下来献诗，我们请男生重唱。曲目是耶和华早起时，你能听我的声。谢谢男生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美妙诗歌。正道
今天的题目是新年新的生命旅程，我们请陈牧师为我们证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在新春的时候，给我们新的意向、新的使命以及新的动力。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我们刚才男生四重唱所唱的诗歌，你知道吗？值8万美金，80万美金，80万美金，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有一个杂志叫《读者文摘》，已经关掉了。《读者文摘》很少那个文章重复的，这是其中重复的一个。原来是美国有一个人叫卡内基，一个叫戴尔·卡内基，那个人是专门讲口才训练的。还有一个叫安德鲁·卡内基，安德鲁·卡内基他的员工8个增长到18个，最后到80个，最后到800个，他整个快崩溃了。他是美国的钢铁大王，他带着一个疲倦、压力，然后呢，凡事轻功。他真的很痛苦的来到牧师的面前，那牧师说：“来，我告诉你秘诀。什么秘诀？拿起笔来记下。”他就记下了。诗篇5篇第3节：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在此警醒。那个人说，安德鲁卡内基，说：“这一节圣经有什么用？有。你每天早晨起来，凡是你公司的事情，你应当做的，你想做的，你必须做的，都把它写下来。”他真的写得满满当当的。然后他说：“你挑出其中最重要的10项写出来，排出最重要的10项。”他就把它排出来以后，然后他说：“这10个最重要的哦，非你做不可吗？”他说：“对，好。”那你只做2样就好了。他说：“怎么可以？”他说：“不，你做2样就好了。”他说：“这个就是你就祷告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给我智慧，给我果断，智慧让我判断什么事情是我必须做的，然后给我果断，我专做我必须做的。”这样了解吧？然后呢，80-20法则。其他的该交给员工的、该授权的、该集合的，干嘛都交出去。结果那个安德鲁·卡内基写了2000块美金，就送给这个牧师说：“谢谢你给我 counseling。”他说：“你不用，你用了3个月再说。”经过3个月以后，结果卡内基充满着阳光喜乐，因为他专做他做总裁必须做的，其他该交给别人做。这就是80-20法则。你们知道什么叫80-20法则吗？就是你的工作100项，你做20项的果效是比后面80项的果效更多、更大、更关键、更重要。你做20%的工作，你的效率大于80%。那这什么意思？这重点。结果呢，经过3个月以后，他就递上了那个80万美金给这个牧师，那牧师做建堂之用，了解吗？这个实在很奇妙的，在读者文摘里面登过，英文版的登过3次，中文版的登过2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可不可以在早晨的时候，把你当天该做的事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让我做重要的事，而不是做紧急的事。让我做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做我想做的事。一个智慧的人是做应该做的事，同意吗？一个属灵的人是想做应该做的事，而且乐意去做。所以我们祷告不是说上帝啊，你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不对。上帝啊，你感动我，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对不对？所以祷告不是感动上帝，是感动我领受神的智慧，然后呢，给到神的果断，这样子。好，刚才那个诗慧有讲一个蛮精彩的，那个有一个人叫做
巴菲特听过吗？巴菲特有一次跟比尔盖茨两个人回到巴菲特72岁那一年，回到他大学毕业的 homecoming， 他的大学的学校，结果呢，那录影带我看，1400个大学生围在他们，把他围起来，然后问很多问题，蛮有趣的哦。那大一学生、大二学生，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怎么拯救地球，我听得很惊讶，我大一学生怎么做？他们的心怀兄弟。然后第二个就问巴菲特，你这么老了，你有什么事传承给我们，使我们成为各行各业的巴菲特？这个问得精彩吧？对不对？不要只有你巴菲特了，我们的学长毕业的成就的人不是只有你巴菲特，那你告诉我怎么成为巴菲特？巴菲特说：赞，你问这个问题有够赞。来，我告诉你，凡是美善的事，你从未做过的，你靠着上帝的恩典，勇敢的去做，这个叫什么？成长。美善的事，你从来不敢做，不好意思做，然后很挣扎的，你勇敢的去做，叫突破。美善的事，从来你不肯做、不想做、不要做、拒绝做的，你勇敢的去做，这个叫什么？改变。希望你们成为一个成长、突破、改变的人，你就成为各行各业的巴菲特，美不美？我们希望新的年度里面，你能够掌握优先次序80-20法则，想做应该做的事，而且是想做重要的事，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读的那个经文里面，我特别用个题目，就是在新的年度里面，怎么样展开新的旅程。那这个故事，我在这边我在这个教会已经讲过3-4次了。我今天只有讲一个重点。第一个，耶稣为什么对这38年的病人说：“你愿意痊愈吗？”我刚信主的时候听到这句话说：“拜托呀，得38年啊，你跟猛攻那边好不？对不对？”而且那天是安息日呢，所以那个人是安息日不能被扛到那里的。他是前一个晚上，太阳还没有西下的时候，还没安息日的时候，更去地方等呢，就船头边等你呢，等在那里，所以他已经在那里一个晚上了，了解吗？38年，天天被扛过去，而这一天是安息日，是前一晚扛过去，在那边我不晓得哪个还动啊，我不知道了，反正在那里等。然后耶稣还问这句话干嘛？我告诉你，这句话有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请问这位38年的病人有信心吗？没信心。信耶稣吗？不信，还出卖耶稣。这个人既无品，亦无信心。他是最可怜吗？不是最可怜，因为旁边躺着血气枯干的、瘸腿的，了解吗？他也不是最可怜的。那耶稣为什么医治他？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恩典，耶稣基督主动的到他面前。所以今天耶稣问这句话，也在问你，也在问我：你愿意痊愈吗？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他问我们：你愿意得到上帝的恩典吗？你愿意得到生命吗？并且得到更丰盛吗？在约翰福音里面的一贯记起，耶稣基督问这一位人，请问他没有回答说：我愿意。Here am I， 我就在这里，请救。没有啊，那个人满堆的借口。好，第二个，耶稣问这个原因是要他有病识感。你真的愿意痊愈吗？你说那个人赖在那里，要不要痊愈？是真的要痊愈吗？他赖在那里，我告诉大家啦，很多人没有病识感的，不觉得自己需要痊愈了。我带着我们东吴一个学生自杀的，忧郁症很严重的，带他去看那个荣总的精神科主任，结果那个同学去说：“医生，我们这个项目陈启峰牧师很严重的忧郁症，他忧郁，我得忧郁症，我被他的忧郁症感染到忧郁症，所以这个医师先治这个人，这个比我严重啊，我没有啦，我被他强迫来的啦，了解吗？
其实我暗中拿个 A4 纸，把他的症状递给他，那减少医生摸索，那个看一看，说你们这个医生你们这个项目等一下我治他，先治你好不好？结果他就愿意服药完了，他就恢复了。以后他又转到贝克系，活得很自在。可是他当时说，我有一次没有病耻感，好多人我要他去看病，我们有个学生说，你跟我笑哦，你跟我笑哦，你怎么这样对待我？我说有没有？我给你看啊，我就把我女儿那个精神教科书的手册给她看，你知道吗？给她看做测验，18题里面，她对了16题。我说你没有这个病，她就很得意的问你怀疑我，你怀疑我？我说这个是思觉失调啦，俗称叫做精神分裂，你没有啦。他说还好，然后给她做忧郁症的量表，22项里面她有20项重度忧郁啊。他就跟着乖乖跟着我去看医生。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人最大的难处是没有病耻感对不对？家暴、仇恨、不肯原谅人，这种灵性的病都不觉得，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讲什么？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怎么样？没有人把我推下去。对不对？那我正要下去的时候，有人比我先下去，什么都怪罪别人，这是借口了。请问这个人眼睛有没有盲目？没有啦，眼睛可以看到耶稣。请问他嘴巴有没有哑巴？没有啦，可以讲话啦。请问他是不是瘸腿？没有啦，没有瘸腿啦，就是躺在那里啦，赖在那里啦，他也没有血气枯干。换句话说，水动的时候要下去，他就滚下去嘛。但是他要了人家什么？要人家代劳，什么都要怪罪别人，给他出几嘴，然后在那边躺平，在那边内卷，然后整天唉声叹气，都是别人不好，都是别人不对。实在这个人实在是有够没品对不对？可是耶稣的爱，耶稣的主动，耶稣的怜悯，耶稣知道这个人。然后呢，耶稣要医治他的时候，把他突破他的那个所有的借口，耶稣就命令3句话：第一个，起来；第二个，拿你的褥子；第三个，走吧。这3个命令，今天耶稣基督也要给我们。新的年度里面，你要不要起来？还是赖在那里？还在那边怪罪别人？还在堆，对不对？昨天我前天在一个弟兄家住，那个弟兄说，我很乐意帮忙我太太做家事。我说你太太需要你帮忙不可以帮忙做家事。他说瞪着我，为什么？我说弟兄应该分担家事同意吗？姐妹们，你希望你先生分担家事还是帮忙家事？帮忙的时间你也啦，偶尔插话一下，你晚上要对我热情一点荒谬！我说夫妻是 share 分担，同意吗？分担儿女教养，对不对？2个同样都上班，都累得要死，要分担嘛，没有借口 ，no excuse。我大女儿在那个在服务的时候，有时候出问题，他们长官就为什么这样子？他说 no excuse， 我负责，我处理好。你为什么这样？他 no excuse。结果这个人，耶稣叫他说起来，他可以说别啦，别惊啦，没啦啦。不，耶稣叫他起来，接受他的命令就起来了。耶稣基督这句话，要我们听而顺服，领受神的话语去行动。来，精彩的是什么？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凡事都能做。”还有保罗还讲一句话那个对我影响，这一生影响很大。我这一生都很喜欢接受挑战，除了唱歌以外，他们那个贺弟兄唱的歌那么美，荣比兄唱的歌那么美。我有一次傻傻的问荣比兄说：“请问这首你会不会唱？这首你会唱？”他说：“牧师不要问我了，我会看谱，我一看了就会唱。”我说我也会看谱，但看了就不会唱。其他我都敢接受挑战。
同意吗？来，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我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因为神是信实的，必不会叫我受试探过于我所能受的。上帝必为我开一条出路，使我承担得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不要独自你说：“哎，我软弱了，我做不到了。”你可以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靠着主的恩典，那个人就起来了。当他要起来的时候，发现到我的腿已经健壮了，我的身体核心能力都起来了，哇，整个都起来，他就站起来。起来，不要赖在那里，不要再有借口。然后第二个，拿你的褥子。为什么拿褥子？因为那个褥子就是他的世界，因为他的褥子就是他的舒适圈，他就躺在那里，别人就给他怎么样可怜他，然后就喂他，然后就给他丢钱，哇，那是他的世界，在那里他就可以控制别人，我很可怜，你们都不理我，对不对？然后说怎么我怎么样了，就在那边自舔伤口。耶稣说不要，拿起来，断舍离。什么东西是你的借口？什么东西是耐在那里的？什么东西使你不能改变、不能突破的？断舍离，拿起来。第三个，走吧，当起责任。他躺在那里不用负责任，3餐都把人宽扁扁的，对不对？对不对？有时候给他吃，他也不喜欢吃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以前带学生好艰难啊，要他什么都不要。我说你不吃医生的药，不好好要你也像什么呢？你也像在沙漠里面口渴得不得了，然后说水，我拿水给你喝，你说不要，我要XO。结果他就当责起来，走吧，走一条新的路。这个走吧很精彩哦。你们知道当责是什么？相反的2个名词，一个叫做揽责，不是我的责任，我会把它揽。儿女该负责任的我不要整天溺爱他，替他做了很多，结果他饭来张口，茶来喝水，结果什么都不会做，这是悲哀的。另外一种卸责，该关心、该陪伴、该什么都不要。然后另外呢，卸责跟揽责中间有一个叫当责。最典型的例子是这样：去年那个牛津大学的教堂发现那个梁柱跟所有的重要柱子都已经腐朽，250年了，怎么办？一根柱子要将近6万英镑，结果总共将近300只柱子，怎么办？他们愁苦人6万英镑乘以300只多少了？了解吗？结果他们正在苦恼的时候，发现当年的设计师在做这些梁柱的时候，就在牛津大学那里种了种苗，而那个种苗的树已经长了250年了，了解吗？刚好出够大，他知道这个寿命，他就知道怎么样种上去。牛津大学当局整个非常的感恩，一直拍手说：哪有设计这个的，还帮我们想到200多年后，当责，承担起责任，起来，走吧，这一条路美不美？耶稣这3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什么？起来；第二个命令是什么？断舍离；第3个命令，走自己的路，担起自己的责任。所以，结果这个人呢？这个人不但没有悔改，还当报威还去跟那个告状，对不对？耶稣说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的意思是，你这个人会躺38年，其实你是因为的罪，而这个罪的时候，你事实躺着又不负责任，你的罪上加罪。结果这个人他说不这样做的话，你后来遭遇的更严重。我有一个朋友在台东牧会，那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去看他，他说他帮一个人赶鬼，结果那个人被鬼附着，很凶悍，结果他傻傻的，他就因为他的神学里面教过怎么赶鬼他问说你是谁？结果那个鬼说
我是耶稣，我是耶稣，我坐在天父的右边为你祷告。他说：“你现在没信仰说告了这么多耶稣入生呢？”啊，就问他圣经见解，哦，他答对如流，哦，他吓到了。我说：“哎呦，我怎么敢呢？”结果这个人呢，最后舌头伸出来像一尺重，把他吓得，最后他就奉基督耶稣的名把他赶出去。结果那个人就被赶出去了。后他醒过来，他们家人都很高兴，因为他已经疯癫了，差不多将近半年了。结果他就劝他信耶稣，那个家人说：“不爱啦，不爱啦，嘿，鬼咒呢？”他说：“不，你如果不信耶稣，当你的鬼赶出去了，如果你不信耶稣，你里面已经干净了，那个鬼还会再回来。”他说：“熬了代志，他就不愿意。结果呢，那个孩子再不到1个礼拜，那7个鬼附到身上，更严重，哇，就没办法赶。你就知道这是耶稣讲的那个故事。他说的那个台湾的现实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啊，我犯错没关系，反正上帝会原谅我。你们知道有一个人叫伏尔泰，就是法国那个启蒙运动的时候，那个伏尔泰，他病得很严重的时候，他的儿子很虔诚信主，他就说：“爸爸，你要信主，要悔改的。”他说：“哎，不用啦，那个赦罪是上帝的职业了，上帝绝对不会失业的，不用啦。”他很喜欢耻笑基督教，他说不到50年，全世界要不到100年，100年后，全世界要找圣经只能到博物馆去那边凭吊，绝对没有人在看圣经的。结果上帝很幽默啊，他死了不到20几年，他的房子被法国圣经公会买去，专门印圣经，在卖圣经的。那个伏尔泰说：“上帝一定会赦免我。”很多人都以为这样，错了。上帝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上帝的恩典里面有公义，所以耶稣基督教不要再犯罪，起来拿你的路走。好，最后我们来讲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在安息日治病啊？为什么？啊？那个人不是急症呢，已经病了38年了呢，同意吗？啊，再隔1天也没关系啊。又不会死，那耶稣为什么要38年医治呢？不，耶稣为什么要安息日医治呢？原来犹太人他们把安息日变成很细腻的条款，列了380几条，所以安息日只能走。假设他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你安息日只能走3000步哦。你如果去外面买东西，走了1600步。那回到你家还有40步的时候怎么办？你就在那门口，要等到太阳下山才可以进去，因为安息日可走路程，列扣打饮料了，了解吗？变得很细腻，然后不能砍东西，不能医治，但是他们偷偷的看到自己的牛羊掉到水里，羊掉到水里赶快救起来，双标啦，对人极其苛刻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把他们揭穿。因为安息日有2个动机条款，一个是出埃及的动机条款，上帝创造了以后，上帝就安息了。还有另外一个条款是申命记第5章的，那个条款是：你们曾经在埃及为奴，你们做奴工没有休息，所以你们成为上帝的自由人以后，你们不要奴役人，不要奴役你的家人。所以你的安息日，你的家人要休息，也不要你奴役你家的奴仆，也不可以奴役外籍劳工，你要让他们休息，也不要奴役你家的牛驴，让他们休息。请问这个叫人道条款啊？出埃及记这个神道条款，你安息日要敬拜上帝，领受上帝的圣言。结果呢，他把它搞成一个细细节节的那些。哇，弄得动辄得救。耶稣基督要告诉他们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敬拜上帝，安息日是做美善的事，所以不要搞那些枝枝节节的事。耶稣基督说：“我医治这个人是做美善的事，我医治这个人是合乎生命记的安息日条款，了解吗？”而你知道吗？你们今天安息日在那敬拜，
然后把这些残障的、智障的、血气枯干的、瘸腿的，都丢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毕士大。什么叫毕士大？叫怜悯之家。你们一点都不怜悯他，把他们丢在那里，把这个社会边缘人丢弃了，然后你们在那哈利路亚赞美主，了解吗？你这是哪门子的怜悯啊？这样知道吗？耶稣说，真正的怜悯就是医治他们，使他们好了，一起来敬拜主，美不美？耶稣基督，重点是这里，所以我们不要去做消极的批评啊，要积极的做医治啊，对不对？好，接着呢，耶稣讲那句话，我做今天的结束。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讲这句话变成大不会。什么？你把自己当作上帝？请问上帝在安息日有没有做工？请问安息日有没有草照长、花照开、太阳照射？有没有？安息日有没有人生产？上帝知道生命。请问安息日有没有死亡？上帝当然审判。所以我父做事，安息日上帝照样做事，做美善的事。然后呢，人子也要做事。所以我们荣光堂除了崇拜以后，你知道我最后2年半来这边做问导游，然后就走了，至少留2件事情了。一个是全年龄植物学啦，成人植物学，大家好好来学习神的道。请问这不是安息日的条款？出安息对不对？一个是我们做制服，是不是人道条款，帮助更多的人？这是很美的结合起来，我们的信仰就实践在我们的崇拜跟我们对社会的关怀。安息日做事直到如今，其实耶稣基督就在告诉说，我这样做是效法天父啊，天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要活出上帝荣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里面有基督的形象，我们里面有照着上帝的形象。请问上帝的形象，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上帝就照自己的形象怎么样？造男造女，有没有？女人也有上帝的形象，并且派他们管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但有神荣美的本质，荣耀尊荣本质，但是我们又有崇高的使命，代表上帝来管理这世界。耶稣基督就做这一工作。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充满了尊荣但不骄傲，了解吗？我们基督徒是充满了谦卑但不自卑，了解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尊荣。所以我们以后应该说，我以我们的老陈牧师为尊荣，好，我们以陈老牧师为尊荣，了解吗？我有了妻子为尊荣，不要讲到我以荣光堂为骄傲，荣光堂没什么好骄傲的了，骄傲是把别人踩下去了，没有了。尊荣是从神的眼光看自己啊，这样了解吗？谦卑呢？因为我所做的、我所有的、我所能的，都是神给我的恩典，我领受的，所以我没有什么好可夸的，应该谦卑。但是不要自卑啊，不要觉得我不行，我不会。耶稣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你果然不行。”了解吗？所以我都敢接受挑战。我英文不好嘞，但是我到国外发表英文论文嘞，真的嘞。发表了以后，我读起来读的英文像中文一样，我那时候还不懂，外国人听得痛苦死了。最后看我的字还看懂，我读起来他听不懂。感谢主，但是敢接受挑战。希望新的年度弟兄姐妹敢接受挑战，承担侍奉，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侍奉。来，第一个80-20法则，每天清晨怎么样？清晨以后就祷告，说我今天当做的事，我当责的责任是什么？主啊，恩待我，给我智慧，给我果断，勇敢去做。好，第二个，成长、突破、改变，了解吗？对不对？第三个，主啊，感谢你，你邀请我，你愿意得痊愈吗？我愿意得痊愈。好，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帮助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在新的年度里面，我们新的立志，愿主你的荣美成就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这一生越显主荣，帮助我们这一生活出你的恩典，使我们既尊荣又谦卑，
恩待我们，蒙受你完全的医治。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谢谢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然后以及让我们知道80-20法则跟当责。因为我们在未来新的一年，我们都可以依靠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将我们大使命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上帝的子民，将福音广传出去到地极。接下来我们唱回忆诗歌，弟兄姐妹请起立。今天的诗歌是在新灵粮诗选242首《爱拯救我》。请预备，让我们预备心，恭敬你金钱，
奉献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请诗献同工至台前来。我们一起做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丰富的恩典供应，使我们在生活中一切所需都充充满满，因为一切都由你而来。今天我们将当纳的奉献带到你面前，承认你是万有的主，也是我们一切祝福的源头。主啊，求你悦纳我们手中的奉献，不是看金额的多少，而是看我们愿意将心献上的心志。愿这些奉献被你使用，在福音的事工上，在教会的需求上，在帮助有需要的人身上，都成为祝福的管道。也求你教导我们在新的一年学习忠心管理你所托付的一切，使我们不只在金钱上乐意奉献，也在时间、恩赐与生命上全然献给你，活出讨你喜悦的生活。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吗？好，没有，没关系。我们今天新年，我们一起来唱《我们都是一家人》。唱完第二遍收，一直恭候问安，祝大家新年快乐。我
下来报告教会事项。本周主日为国台语联合新春崇拜，那我们会后将会发赠祝福红包，邀请弟兄姐妹前来领取新春祝福。第3点，在连假期间呢，会堂及办公室会暂停开放，礼拜4的祷告会议暂停1次。连结期间外出休假，请弟兄姐妹注意安全，并为自己个人预备休息时间再出发。连结期间若有任何问题，请拨牧师手机或赖讯息，牧师会尽快回复您。第4点，初2开始，除每周主日外，至4月5号复活节主日，有40天为大斋期。牧师将预备于大斋期间，每周3中午带领禁食祷告，并邀请弟兄姐妹身体若状况许可，一同参与每周1餐禁食。5. 为募集社会关怀经费及配合大斋期间约禁食，总会社会关怀委员会推动少一道菜多一份爱活动，在大斋期40天中，透过禁食节省的餐费，或是节约1道菜钱，可以奉献为总会社会关怀的仁爱捐款。欢迎弟兄姐妹参与。活动配合教会大斋期至4月第2周为止，奉献请注明为总会社关活动奉献。6. 教会制服学院春季活动即将于3月16号礼拜1开始。欢迎弟兄姐妹报名参加，并欢迎成为各班福音同工。今天就可以赶快向办公室干事报名。7点，红本门徒课程开始报名到2月底前，上课时间在3月16号礼拜6上午9点半开课，每一个人的书籍费是750块。我们的属灵导师是潘传道。欢迎向传道或办公室报名。8. 卫理神学院新学期推广教育课程，课程题目是自我认识在基督里的自我形象，已经开始受理报名。本堂可选实体或线上授课，师资是周淑清老师，上课时间为3月6号起的每周五，时间为晚上的7点到9点，详情请参阅布告栏。9. 为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参加礼拜4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为教会的各项事工关心祷告。10. 2月份执事会议记录以及2026 1月份收支表已经张贴在公布栏上，请弟兄姐妹关心祷告。11. 总会建堂消息，请弟兄姐妹同心为总会的宣教大楼所需之建造款项祷告，求主赐下充沛的资源和其使用，并让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持续为总会的宣教事工持续奉献。牧师有要补充的吗？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的简单的补充。那谢谢大家，今天是我们的新春的礼拜，感谢上帝让我们国台语堂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礼拜。所以等一下如果你看到国语堂或台语堂的弟兄姐妹，咱若看到有台语堂的兄弟姐妹、国语堂的兄弟姐妹，咱拢会使做伙来问安一起彼此的问安。期待我们新的一年当中能够彼此更多的认识了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讲说，这个牧师这个教会这个人数太多了，我实在是认识不完希望我们今年我们给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励志我们好好的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认识的、没有讲过话的，或者是没有接触过，但是知道他是我们的会友我们试试看跟他有一些的交通跟认识，愿上帝来带领。那也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在过年期间原则上会堂是不开放的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谅解。但是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就是这个初五以后我们就会有这个下一周的礼拜天，我们还是会有开放礼拜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来了解一下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一样，下一周的主日的话是
国台语堂都各有一堂啊，所以有台语堂跟国语堂的这个时间，那请弟兄姐妹能够来主持来参加。那让我们能够在新春之后，我们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开春之后的一个开始。那我们也为着我们在刚刚提到的今年的大斋期是从大年初2开始有这个大斋期的时间。有大斋期的时间在大年初2，那所以有点尴尬啊。大家可能觉得大斋期从这个初2开始，刚好正是大家正在吃饭的时候，正在快乐的时候啊。那不用勉强，不用担心哈，就是我们会在我们的大斋期以后，我们会开始推40天的这个禁食祷告。那一般我们在传统教会里面。40天的禁食祷告大斋期，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到复活节前的一个40天的一个禁食祷告的活动。好，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总会有一个叫做这个叫做社会关怀的捐款。那这个部分是可以用在我们的社会关怀的捐款，就是我们在禁食祷告之后，我们节省下来的餐费，我们可以用来做教会的仁爱捐款，就是来做爱心的捐款使用。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身体上许可的话，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身体净化一下，可以每天有一餐的禁食或者是有一段时间的禁食，那能够把这个餐费能够做节省之后，我们能够来做仁爱的捐款。所以总会也推到这个活动，就是少一道菜多一份爱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爱心的捐款。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总会现在正在新建的宣教大楼已经快要完成，大约4月的时候已经可以完工。那但是这个建堂的费用相当的庞大这个建堂费用相当的庞大，大概需要50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建筑款项那目前只有募集到大概700多万的部分那我们持续的为总会的这个宣教大楼来关心跟祷告，那我们也可以为宣教大楼来做一些的爱心的奉献。那去年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去年总会有推这个用杯子用那个会变色的杯子来作为一个募款那但是我们还是要为这个总会的宣教大楼更多的祷告，求上帝帮助。当然我们为总会来祷告，希望总会能够在宣教的路上面，我们能够参与有份，能够在台湾的宣教上面，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尽力，在国外的宣教上，我们也更多的努力来服侍跟侍奉。上帝来带领，那期待新的一年我们能够彼此分享，跟彼此有很好的团契聚会。那记得今天我们已经要开始进入旧历年了，旧历新年。那请大家彼此的分享跟带导，那我们也彼此的关心。那有任何需要牧师关心跟带导的，那也可以打电话到教会来，或是打我的手机都可以，或是用 LINE 给我都可以，我会来接各位的电话。那等一下要离开散会前的时候就会有预备我们的这个红包我们的新春红包金句卡，那给大家。那我们这个要结束的时候欢迎大家能够每个人来领取一份然后来看今年上帝要给你什么样的祝福，愿上帝来带领。以上，谢谢。谢谢牧师。肢体消息我参与周报，弟兄姐妹请起立，都来唱3、1，送。感谢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让我们要在这新的一年当中领受新的祝福跟恩膏。愿你恩待我们，
在新的一年当中领受你大大的慈爱，并且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还有成为给予祝福的人。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本颂。身体有病痛或忧伤，弟兄姐妹欢迎来电，牧师会为你祷告。
突然你家电视这样